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 So News。咁今日繼續錄製關於教宗嘅新聞啦。咁雖然教宗選舉咧就叫做已經塵埃落定啦，咁新一任教宗啊就已經選咗出嚟啦，就係良14世。咁當選咗之後咧，其實佢嘅所謂好多新聞啊，都已經開始估計，咦？算唔算係爆冷咧？同埋佢嘅立場係點咧？嗱，今日我哋都會講少少嘅，尤其是咧而家坊間咧，即係喺海外有啲新聞咧就爆出話，即係選舉嘅一啲內幕同埋猜測嚇，就好似我哋呢個標題所講嘅，就係點解呢位嚟自即係叫做係美國嘅教宗啦，美國出世嚟自芝加哥出世嘅一個教宗。咁但係其實佢主要嗰個人生嘅經歷咧，都係喺南美洲嘅，尤其是喺秘魯啦。咁所以其實咧，啲人都話其實佢都唔算係美國教宗嘅，應該算係咧大半個南美拉丁美洲嘅教宗咧，多過係美國教宗。咁不過呢個唔再仔細討論啦，因為畢竟即係佢其實已經表達得都好明顯嘅啦，即係佢喺當選咗之後，去到梵蒂岡即係喺嗰度同住啲教徒講嘢嘅時候咧，除咗講意大利文咧，跟住就講西班牙話，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嗰個立場傾向都好明顯嘅啦。咁不過一陣我哋都會講下，究竟係咪有一啲所謂內幕即係令到佢可以突圍而出咧？尤其是之前好多人估計嗰個大熱門包括我喺直播嗰度都跌咗眼鏡嘅，就係帕羅林係唔係就會大熱當選咧？結果點解大熱倒灶咧？可能有啲新聞就分析出嚟咧，可能有啲原因嘅。咁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先講另一單所謂嘅唔知叫唔叫冷知識定咩啦？就係咧關於教宗嘅名號所謂良14世。咁良呢個字一出嚟咧，就好多包括即係港澳港澳台同埋中國大陸都好多人都覺得好奇怪，就話點解譯做良嘅？因為一般嚟講，譬如香港好多人都好熟悉即係 Leo 呢個名即係 Leo 咁，一般嚟講香港都會譯做利奧係嘛？同埋呢個名都好 common，咁點解會譯做良嘅？好似九唔搭八咁樣喎。咁關於呢一個譯名咧，其實如果你係天主教徒咧，你都會可能即係有少少認知嘅，因為你諗下良14世咧，其實即係正如咧大家理解啦即係之前其實已經有13個人咧就係叫做良噶啦，就係天主教史都睇到咧，過去教宗咧都係譯做 Leo 咧都係譯做良嘅。咁點解會譯做良咧？咁大家都拗頭就係係咪中國大陸嚟嘅譯名定係嚟自邊度譯名咁其實咧呢個好多天主教徒都知譬如我哋嗰啲譯名係有啲唔同嘅，譬如譯 Peter 咁譯做伯多祿就唔係譯做彼得嘅咁樣。咁喺邊度嚟嘅呢個譯名？好，咁今日終於早兩日有個教授，亦都係應該係神父嚟嘅。咁佢咧就係劉傑偉嚟自澳門聖約瑟大學宗教研究及哲學院嘅院長。咁就同香港嘅媒體解釋咧，就話咧，因為其實早期天主教講緊早期真係即係天主教來華嘅時候咁早即係過百年嘅歷史啦，就係嚟到譯名嘅時候咧，大部分都喺邊度做嘅咧？就喺澳門做大家知道天主教傳入嚟嘅時候咧，係經澳門嘅。咁所以咧，其實嗰個發音咧係邊度嚟嘅咧？係葡文嚟嘅。因為之前有啲人就估係咪拉丁文都唔啱喎，但係拉丁文都唔啱音喎。原來嗰個係葡文發音嚟嘅，就唔係拉丁文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就解釋咗啦。當然我都唔識葡文嘅發音係點樣啦，但係即係呢個其實解釋咗好多點解有啲譯名會譯到喺譯翻中文嘅時候咧，點解天主教譯名會同譬如好似基督新教嘅嗰啲譯名會差距咁大嘅咧？咁因為原來基督新教嘅譯名咧，主要就係透過英文譯翻做呢一個中文嘅。咁而天主教咧就因為早傳入即係比較早傳入嚟中國大陸啦，咁所以佢係透過喺澳門嘅葡萄牙人翻譯翻嚟嘅。咁原來我哋一路都係講緊葡話 ，OK。不過呢個就係因為歷史嘅淵源啦，咁所以就令到大家覺得有啲奇怪。咁所以 Leo 咧應該咧就係葡話讀 Leo 咧應該係讀良咁樣應該個意思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即係可能有啲熟葡文嘅朋友可能會好快就知道點讀啦。咁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就終於講正題啦。所謂正題也者咧，就係即係方濟各離世之後咧，咁大家其實就好關心新一任嘅教宗究竟係唔係叫做
會係跟翻方濟各嘅路線咧？嗱，其實有幾樣嘢睇到嘅，我哋嗰日直播都講咗少少噶啦。嗱，首先第一當選嘅時候，大家見到利奧14世咧，佢着嘅衫咧係叫做回歸翻傳統啊，即係咧大家知道咧，其實阿梁14世咧，佢着嗰套衫咧，我哋就叫做咧係教宗嘅指定嘅禮服之一嚟嘅嚇，即係你見到有嘅紅披披起身啦，然之後咧攬住嗰個司祭嘅嗰一條領帶啦，咁都係呢個教宗嘅指定配飾嚟嘅。咁但係喺方濟各當選之後咧，佢就純粹着一套比較純白色嘅教宗衫啦，即係可以話係比較冇咁正統嘅一套，即係比較常服咧，就唔係一個好隆重嘅服飾啦。咁所以其實阿梁14世咧，當日當選咗之後咧，着咗呢一套傳統嘅教宗服飾咧，都有一種叫做雖然佢係自由改革派咧，一般被認為咁，但係亦都令到一啲保守派嘅人咧，相對心理上亦都會覺得舒服一啲，亦都覺得咧係有跡可循啊，因為咧佢將自己嗰個稱號咧就叫梁14世，咁其實就點解要改呢啲唔同嘅名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呢個封建制度啦，一般嚟講就會將自己嘅名就改成一個新嘅名啦，就當為一個好似帝王嘅稱號咁樣啦。咁而呢啲名係有意義嘅，因為咧其實都係點解你會改翻做嗰個？譬如點解要叫翻做 Leo 咧？通常咧都會追翻去上一世啊，即係梁13世嘅嗰個咁樣嘅傳承咧。去繼承翻佢嗰個即係路線嘅，咁所以其實佢叫梁14世咧，其實亦都意味住咧，佢係對於梁13世嘅嗰個理念或者做嘅嘢認同嘅，咁所以大家咧就有跡可尋也者咧，就係可以 refer 翻去梁13世究竟做過啲咩咧？咁其實睇翻梁13世做過啲咩咧？呢一度咧，我哋今日唔會大講啦，但係其實坊間都有好多新聞都會陸續報啦，我或者另外錄一段片去講啦，就係究竟現任嘅呢一位教宗佢嗰個立場係唔係係屬於？如果佢係屬於自由派、改革派，甚至係左傾啊，有啲人又認為中間偏左嘅話，或者係左派嘅話，咁究竟佢係想去做一啲咩咧嚇咁樣？咁呢個我哋會喺另外一段片嗰度會講多啲。不過大概就係佢好明顯咧，係對於即係一啲自由派啊，譬如係一啲自由派議題，我哋之前講過啦，教會喺對於 LGBT 群體啊、女性嘅地位啊、即係已婚人士如果離咗婚啊，嗰啲咁樣嘅喺教會入邊嘅地位啊，即係呢一啲好多倫理道德嘅問題咧，佢係傾向應該係屬於自由派嘅。咁另外亦都係喺社會問題上面咧，梁13世嚇亦都係傾向於注重勞工權益嘅。咁亦都有一啲好著名嘅通諭咧，最後出咗嚟咧，亦都係就住即係當其時回應當其時啊，即係工業革命之後嗰個勞工嗰個所謂好慘嘅一啲工作狀態啦，喺西方嚟講，咁係發布咗一啲通諭出嚟嘅，即係關注勞工權益嘅。咁所以呢位教宗好明顯咧，都係叫做喺呢一啲問題方面咧，都有一個比較相對可以捉到佢個路嘅一個立場嘅嚇。咁所以其實正如我哋之前錄製咧，雖然我估錯咗人啦，我之前估呢個祖皮樞機有機會贏啦。咁但係選到呢個咧，都其實係即係呢位Robert Peebles 嘅樞機咧，即係而家變咗教宗梁14世咧，其實都係一種自由派嘅選擇嚟㗎啦嚇，即係亦都可以話係樞機團入邊嗰個自由派嗰個比例咧，已經係佔咗可以話係絕對嘅多數添嚇。好，咁跟住咧，我哋講下咧呢一次所謂選舉嘅內幕先啦，因為如果唔係就有排講㗎啦嚇。好，咁講起呢個內幕咧，就係有一個嚟自幾個 source 嘅，咁其中一個報道咧就係嚟自西班牙國家報咁樣，咁另外仲有一啲唔同嘅意大利媒體嘅，咁呢個喺網上咧最近都譯咗，有人譯咗做中文消息度喺華文嗰度流出嘅啦，就係咧大家喺度估究竟點解意大利籍嘅梵蒂岡嘅國務卿帕羅林喺呢個大熱入邊會倒灶咧咁樣，因為當其時喺133名樞機入邊咧，外界一般都估佢有4至50票嘅。
咁但係大家其實我有一段片咧，我唔知嗱，我錄咗兩段片咧，有一段片而家係 open 嘅，有一段片咧我就收起咗冇放出嚟嘅，因為我原本諗住 Day 3放出嚟嘅，喺選舉日 Day 3放出嚟，就係我估阿帕羅林係有機會大熱倒灶，但係我就估咗早皮書機，咁我嗰段片就唔敢拎出嚟啦，而家就咁，但係我入邊都做咗啲分析嘅，因為真係如果拎出嚟真係太過燈神 feel 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分析過，就係因為其實最終保守派，譬如好似陳日君書記嗰啲咁嘅元老級即係呢個叔父級嘅人馬，即係採取咗個最終嘅終極策略，就係所謂終極嘅深水彈嘅。佢嗰篇文咧，即係所謂陳書記嗰一篇文咧，其實終極嘅目的就係咩咧？就係 anyone but 佩羅林。OK， 即係所有人都得，係佩羅林唔得。OK， 即係其實嗰篇文亦都係編咗方濟各嘅路線。咁即係其實保守派咧，佢雖然係我諗陳樹基都知啦，就係保守派咧係冇辦法當選嘅，以人數比例上面，但係佢哋想將個路線咧吞翻去保守少少，呢個係其實就係保守派最後嗰個訴求嚟嘅。咁而即係呢一位新嘅梁14世書記，似乎譬如喺衣着上，頭先我哋講咗啦，有一啲表態啦。另外喺改革上嚟講咧，帕羅林肯定係比起即係呢一位利奧14咧。起碼而家起碼喺選舉期間咧，大家會覺得咧應該咧係冇咁激進嘅，比起帕羅林，因為畢竟咧即係帕羅林係長期居於即係方濟各嘅路線嘅 number two 啦，方濟各嘅內閣入邊嘅 number two 啦。咁佢做嘅嘢咧好多嘢咧都係透過去帕羅林去執行嘅。咁帕羅林其實老實講，其實亦都係一個受把位嚟嘅，因為佢作為一個自由派嘅即係阿頭咧，即係佢長期都係即係實務地工作咧，咁佢一定係得罪最多人嘅。咁佢喺呢個工作嘅過程之中，肯定亦都係對於保守派嚟講好強硬啦。咁所以亦都係不得人心。咁結果喺 Lesser Evil 畢竟呢個多輪投票制咧就係 Lesser Evil 嘅策略啦。咁最後就選咗呢一位叫做出身美國，寧願投一個美國出身嘅書記都唔肯投俾帕羅林咁呢一個咧就係最終嘅結果。咁至於入邊嘅原因係咩咧？除咗佢係長期執行方濟各嘅強硬路線之外咧，亦都有一個原因咧，亦都係傳出咧就係咩咧？佢做咗啲咩咁不得人心咧？有消息就估計就係佢原來咧係做一個叫做其中一個政策好不得人心咧，就係簽訂咗中梵協議。嗱，呢個係即係而家坊間嗰啲報道嚟嘅唔一定係真嘅。不過其中咁其實都講到中梵協議咯。咁邊個出力出到最大咧？咁一定係陳書記攻擊得最犀利㗎啦。咁簽訂咗呢個中梵協議，或者極度傾斜於向呢一個中國政府嘅妥協啦。譬如因為而家嗰個協議係秘密嘅，但係有人就估係咪嗰個委任主教嗰樣嘢嗰個權力即係放棄得太多咧，咁樣引起教會內部嘅包括一啲自由派嘅人都覺得即係太過即係太過鬆即係太過傾斜於中方嗰邊嘅利益咧，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叫做帕羅林嘅墮馬，就其實都真係同中梵協議咧，起碼而家網上面流傳出嚟嘅消息嚟講咧係有關嘅喎。咁呢個係一個叫做 so call 內幕消息啦，呢個選戰嘅內幕消息啦。咁嚟緊，但係大家睇到啦，即係其實咧新教宗嘅當選之後咧，中國咧就已經即刻恭喜。即係呢一個教宗嘅當選，其實已經係示咗友好㗎啦，即係中方係示咗友好嘅。咁嚟緊就係梵蒂岡究竟要點接招咧？咁就要睇呢一名新教宗佢究竟點樣處理呢個工作啦。咁樣咁究竟佢係會沿住方濟各嘅路線去好積極去談判啦，甚至妥協啦，定還是係會有啲轉向咧？咁呢個就要拭目以待啦。咁好啦，咁嚟緊咧，我估都會錄多一段，就係關於，亦都好多人問嗰個問題嘅，究竟呢一位教宗係唔係好左咧，甚至比方濟各更加左咧？咁樣咁呢一個分析咧，都會係嚟緊應該會拍多段片去講啦，因為畢竟都講過啦，如果國際關係上咧，咁天主教始終都係擁有一個好
好大嘅能量喺度啊，始終啊嗰個角色都仲係好重。咁呢個就留翻下一段片講啦。今日嚟到呢度，拜拜。